大家好，澳門市一名菲律賓籍男外僱大約1星期前辭去工作，並且準備11月11號坐飛機返鄉下。但係佢喺離澳前2日，即係11月9號，涉嫌到賭場尋找目標搶劫。一名本澳老翁同日深夜11時離開娛樂場，被非男尾隨至沙梨頭區嘅住所。非男喺大廈樓梯間將老翁推倒，再搶走銀包。喺被害人咧登上樓梯嘅期間咧，咁佢從後拱跌被害人，推跌咗佢之後咧，令到被害人係失足。冚親個頭喺樓梯嗰度，導致到佢嘅前額啦、左前額同埋左眼角咧係受傷流血嘅。拘留犯承呢個被害人冇辦法反抗嘅期間咧，就搶去咗佢嘅銀包。佢嘅銀包裏邊咧有港元啦、人民幣、澳門元、銀行卡同埋證件等等嘅財物嘅。折合咧，大約有澳門幣嘅23,000蚊。老翁因感到不適，返屋企休息，冇即時報警。至到11月10號下晝大約1點半，老翁到治安警局求助，送院治理。經調查，司警當晚約9點半喺新馬路拘捕涉案非籍男子，有人拒絕合作。司警喺佢身上起翻銀包贓物，內有折合1600澳門元懷疑贓款，但未發現老翁嘅證件等。被捕菲律賓籍男子28歲，報稱曾經任職食品加工行業外僱，警落案控以搶劫罪，案件移送檢院偵辦。